遇到冬天寒夜漸冷，神定節期燃點盼望，念記神恩雨雨降下，平安聖誕一起頌唱，有一嬰孩為我而生，就是神子耶穌基督，人稱他為以馬內利，是神願與我們同在，同來重溫愛的故事，述說傳頌見證之間，主耶穌是神的兒子，走進人間憐憫醫治，拯救挽回